光復路雖然而家睇落去呢就普通咗啲，但係佢嘅歷史故事真係好精彩。等我哋一齊穿越時空返去舊陣時，睇下呢條路嘅前世今生啦。咁光復路南北走向，全長就約 1.9 公里，北起西華路南至蔣欄路，分北、中、南三段。咁途經就經過龍津東同埋上九路。咁喺1931年嗰陣，當其時市政府就將第3鋪同埋第8鋪，仲有打銅街改建為馬路，命名光復路。咁呢個名就係為咗紀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，而唔係紀念抗日戰爭勝利㗎。咁喺非常時期啊，光復路曾經改名為光明北路、光明中路、光明南路。咁後嚟先恢復翻用翻原名嘅。咁光復中路一帶曾經就係廣州著名嘅報館街啦。咁廣州係近代報業嘅發源地，西關印刷業就好發達嘅。咁呢度就集中咗廣州一半以上嘅報館啦。光復中路298號粵華報，1926年創辦，首開醫生問答專欄。至於277號就係新中國印刷廠嘅舊址，266號民聲日報社，嗰個2樓陽台仲保留住民國嘅門牌。至於234號就係群星報啦，229號就係現象報，1914年創辦嘅。咁227號廣州市民日報同環球報，咁223號就係廣東信報，係日偽時期嘅報紙嚟嘅。咁211號就係中正日報，219號係西南日報，189號就係梅麥士堂當鋪嘅舊址。咁至於光復南路，曾經就係打銅行業嘅集中地，原名打銅街。咁喺上世紀嘅30至40年代呢度仲係綢緞、布料、金融行業嘅集中地。咁141號同埋143號就係裕泰祥綢緞莊自創三洋品牌，107號裕德新莊經營絲綢，85號就係泰恒銀行嘅舊址，71號就係廣東銀行嘅辦事處，57號至59號就係泰如茶樓啦。廣州第一代茶樓王譚新義經營嘅。47號就係和源銀號，27號就係福榮銀號，至於25號就係南豐銀號，4號就係興記銀號，賭王霍之庭創辦嘅。